嘅情況之下，英國喺82年開始，81年戴卓爾嚟完，82年開始咧，香港就有代議政制啦。咁呢個代議政制咧，就當時我哋喺譬如香港18個區，就喺每一個區咧都成立區議會。咁呢個區議會嘅主席咧，就由當時嘅區入邊嘅民政事務專員咧，就做主席嘅。咁然後咧，就嗰啲大部分都係委任。咁啊，跟住咧，去到82年後咧，至到85年啦，咁啊逐步咧就開始多啲民選嘅議員。去到1991年，就連當時嘅立法局都開始有民選嘅議員啦，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自然咧基本法咧就會寫得好清楚，香港係一路由選舉又可以產生，包括咗呢個特首，亦都開始咧就喺循序漸進之下咧，最終達至普選。咁呢個基本法咧，亦都為咗香港有選舉咧係做足咗大量嘅功夫。喺咁嘅情況之下咧，97回歸，就碰正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喺1998年咧，好多人咧都係即係有樓住嘅人，啲中產咧大部分都係負資產，因為當時嘅樓價咧係跌咗30-40%咧，係好等閒嘅事，甚至新界區有跌咗50%，咁所以好多人咧買咗樓，貸款70%、80%，最後咧就原來即係爭好多錢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央政府就對國家一路香港嘅支持，咁有好多嘅自由行啊、不同嘅政策啊、入世貿啊，令到香港嘅經濟繼續繁榮啊咁樣。咁呢個咧事後嘅情況咧，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但我哋睇到咧就係中國我哋嘅國運我哋曾經係全世界最大嘅經濟體GDP 咧佔咗全世界嘅一半。但係當我哋國家嘅王朝未能夠令我哋人民嘅生活有保障，我哋就會被外國嘅欺凌。到今日我哋國家已經係相對地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強國嘅地位啦可以咁講。但係你睇到咧，外國人欺凌中國人嘅情況咧，其實冇停過嘅。到今時今日就好似早幾年我哋睇到嗰個疫情我哋有啲中國人喺美國俾啲黑人無端端喺條街度打呢啲情況都有。咁其實咧，我哋所以民族嘅崛起能夠有個新嘅中國夢咧，呢件係我哋好期待見到嘅嘢。